选美这条路对吧？你莫讲到我那里古早时代无遐苦啦。7月23开始，礼拜日暗时6点，上水的汇率。莫搁拍！我来讲话，恁两个有听到无？恁两个莫搁拍啦！拜一甲拜五下晡5点，史努比。礼拜日早起10点，咿呀咿呀哟，上精彩节目拢伫公视第2台。这是公视第1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3公视第1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风台导数类上紧因暗地发布，发展做中度风台，有过会对咱东南部登陆，可能拜暗时发布海上警报，拜3、拜4影响会上大。桃园警方找13岁少女因有嫌犯杀害少女防性侵，即马分队长、侦查队长拢爱记过，两个队员嘛依照伤害等等的罪嫌来侦办。日本的列车阁发生攻击事件，造成2个民众、一个列车人员受伤。警方伫嫌犯身躯顶撬出3支刀啊，依照杀人未遂的罪嫌来甲逮捕。新闻头起先来看，今仔日过道伫咧南投的德山落一阵正粗的雷公雨，结果造成国道3号的德山交流道连接第三线地面道路的所在严重积水。为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规条车路拢总积水，未输一条黄河。水位至少有半个车轮啊遐尔悬，有的车辆勉强阁驶会过，有的是安尼掉伫咧路中央。若奥多摆就敢若会当用牵呢，真危险。一直到下晡4点过啊，河口有较停，积水才慢慢退去。再来关心风台度数瑞，上紧伫咧下暗伫发展做中度风台。气象局预告风台对咱的东南部登陆，可能拜1暗时伫发布海上警报。那拜3、拜4受到风台影响会上大，全台湾拢爱注意透大风、落大雨。第5号风台度数瑞离台湾差不多1100公里左右，暴风半径继续扩大，继续向西北西行。有5拜去了后，会转向西北边，慢慢接近台湾。目前的路径，风台可能在台湾东南边登陆，未来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左右风台位置也佫有变数。相近第拜也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2海陆警报最缓。26、27的时候呢，其实是台风的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如果台风的路径比较北边的话，连东北部的影响也会加剧，一定要特别注意。度数在目前强度也咧增强，接近台湾的时阵，可能已经发展到中度风台上限。有5拜日下晡，这方面东半部就会因为外围云系接近，开始有短暂阵雨。拜3风台环流接近，一直到拜4风台通过。雨由东向西愈来愈大，滨海风强影大是风台影响上明显的时间。在东台湾甲高屏地区，雨会愈较大。23甲27吼，咱来看吼，到宜兰花莲附近吼，甲花莲台东、高雄、屏东遮雨真济。风台差不多2倍吼，就走去咱的台湾的台湾海峡遮咯。气象专家提醒，这2天依然爱密切观察风台路线。若小可往北平对北部东半部的冲击就会更较大，民众爱先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风台要来啊，各地农民渔民拢赶紧来做准备。伫咧家己布袋蚵仔笼，透早就出海去采收，嘛甲蚵仔片拖转去渔港。啊，若分林毛种木瓜的农民，赶紧来固定网仔石甲树丛，尽量减少损失。饲蚵的人将鱼港外口蚵仔片拖转去鱼港内底，再去白锁啊固定。风台杜苏芮一步一步逼近台湾，家己当少的饲蚵的人，拢真注意，烦恼若是大应节来，蚵仔甲蚵仔片拢互大水冲走。礼拜早起饲蚵的人也赶紧出海去捡蚵仔咯。固定捡偌济，嘛无就捡伤济。人咧有限的啦。哦。啊，摆再偌济嘛有限的。那饲蚵的人烦恼，种果子的人也备受考验。云林这木瓜农民赶紧到果子园用竹篙，甲木瓜树拔掉咧，因为木瓜较重，若是风雨伤大，毋若落久，可能连木瓜树规丛拢互风吹倒去。木瓜啊拄好栽，无土落雨落吼，土软吼，落大雨，土软的木瓜生一摆吼，会翘起啦，会倒去啊。另外，台南大内油来啊，正要大出，不过油来啊树滚较浅，袂堪要雨水长期一直浸。农民只好加强来防范，希望甲灾情降到上低。因为我们是丘陵地，所以你的那个沟渠一定要排水一定要做好，这个是最基本的。然后如果能更细心一点，你可以做一些铁架稳定树枝。另外，这要举行的汉光39号实兵操演演习计划可能受到风台影响，国防部讲因应实兵演习甲灾害防救的需要。国公已经明确订定相关应变的计划，会继续掌握天气的动态，并且依照风台警报发布状况来调整参演的部队甲灾防的兵力。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警方找13岁少女协助办案，因有性犯罪嫌犯出来，结果警方煞设角贼，互嫌犯甲这个少女带去性侵害。即马桃园市警察局决定，分局长、侦查队长拢总记告处分。2个侦查队员依照伤害、妨害职务等等的罪嫌来侦办。桃园市13岁少女配合中立警方协助警方做诱敌，引出嫌犯，所在警方监控之下，互嫌犯带上车性侵，引起各界批评，认为是违法不当警察。面对各方的指责，警政署要求爱严格纠正，桃园市警局决定严处纠正。迄时阵的分局长、侦查队长拢记告处分，2名侦查队员记告处分，改调行政警察，搁照伤害罪、废除职务罪嫌就办。本案已严重影响警誉，从严就责。时任分局长钱景坤督导不周，记过1次；侦查队长林国基督导不周，记过1次；小队长吴建民记过2次；侦查组陈昭庆记过1次。勿枉勿重会从严就责，包括连带责任，强化他的训练，包括法制面的一个训练，这个都是会加强啊。迄时阵的桃园中立分局长，即卖的大东县警察局长陈金坤表示，会面对调查，桃检是分他案侦办。办案人员他在办案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法律的正当程序，是不是有违背法律的规定啊？检警他们都有分案在调查当中，他们都会依法处理。检方强调会确认相关事实，甲法律适用来调查清楚专案是毋是违法的情形。警政署也阁表示，会透过教育训练加强警察法治观念，要求遵守定时正义，避免再犯。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桃园的台北港甲探港，煞偷用手机录影，佮甲翕到受刑人的画面传起伫网络。因为出现违规，台北港要禁止探港3个月。针对人员是怎会无发现、无阻挡违规的行为，因嘛继续来调查追究。到台北港甲探港办理会面的画面，直接伫网络上出现，也写下用只要10分钟冲过来，规条路全部抢红灯，就是为着要看你。随后，伊搁伫个接见室摕手机翕受刑人的模样，搁再上网，这做法也引发关心甲注意。我们对于该民众给予停止受理办理接近3个月了。做行人的部分，我们会做另外一个行政调查，他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这个事件发生伫2日，台北港讲，一般探港的违法太样，大部分是使用手机也是器材翕相录音，也是使用暗语，也是用手比的。有监所对着接见，袂使用手机有相关的工具，接见时也提醒民众毋通违规。因为进前外一家的制度引发社会关注，这个探港的违规事件也引发讨论。很多
不当的举动，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什么义正松散，这个也是这样奇怪。后面的时候本来就有一些相关规定嘛，一直提醒说不可以带手机，不能拍摄，这个举动感觉上就是非常的幼稚啊。维安所有画面流出来，台北高讲，因为这个探监的人翕的时间只有短3秒，监所人员当时才伫其他窗口伫执行公务，所以讲第一时间并无发现。会检视当时的监视画面，追查人员是毋是有疏失，依法来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笪农场，互离职的员工投诉讲，若环境歹，对待动物嘛真歹，害真侪动物破病受伤死亡。动保处今仔日去稽查，认为动物的健康是无问题，不过确实有部分动物的地修整了无好，一寡问题已经要求业者爱改善，若无就要干罚甚至撤照。最多用民警对卡无经验工作人员要加增加，结果加伤心，煞受伤流血。高雄一间动物农场，互人投诉空间无够，环境卫生也无好，饲料甲水有水汽或者是变色。很多动物都具有皮肤病的问题，然后以及这个指甲过长，然后环境肮脏这个问题，然后反映多次，主管都是忘记这件事情，或者是每次都是给我相同的回复。除了真侪动物破病，以前员工表示，引导到外来和片养关做伙，也互引导互护士的养啊弄伤，也个控枪，互送回车告示。动物会受伤的话，不是刚好瞬间看到的话，没人敢确定。这种东西的话，我们真的不敢随便乱讲。但是受伤，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去照顾它。其实农场自年就互动保团体亚出违法展现关于动物的环境单调这问题。以前员工表示，园区内底问题真多，高雄市动保处自3下晡也到场稽查，因为动物健康都无问题。这个梅花鹿剪指甲部分，还有剪指甲，比如说这个方式对不对？我们到时候会请他来说明。第二就是说，针对那个就是羊驼，它背后有几个伤口，这怎么造成的？这部分我们也会请他来说明。动保处表示，请业者说明动物受伤疑点，若无会处罚，后续也清查园区内底动物品种甲数量，确保业者无隐瞒伤病动物数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上爱去日本佚佗。根据日本官方的调查，今年4月到6月有超过177万个来自台湾的旅客入境，消费的金额有到拢总代表382亿较济，排第1名。专家表示，台湾人原底就真爱去日本买物件，即阵阁因为日票俗，所以愈侪人会去买高贵的商品。各式的药妆生活用品，台湾旅客到日本一定会去药妆店，也爱买小家电。疫情了后，大家拢算消费大买。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公布今年第2季访日外国旅客消费调查，台湾旅客3个月内总共伫日本开1739亿日票，打败各国观光客，赢美国游客1733亿日票，也比中国甲南韩旅客也阁较高买。疫情后有个比较有趣的变化，那就是在这波日元贬值之下，包括台湾人在内，有不少外国人到日本时会购买精品，甚至是疫情前不太受到青睐的二手精品店，在近期内也都成为外国人的重点购物行程。根据观光局统计，今年1月到5月，民众出国到日本上多有140多万人，再来是到中国甲南韩。东南亚地区是越南甲泰国也真受欢迎。当地旅游的所在是以美国上热门。观光局讲，疫情了后，希望甲他国的旅游往来会更加收入，尤其是对着日本，咱个出境较多，对方入境相对较少。对5月开始就去日本参加疫情了后的头一摆旅游展览。在地的一些旅展在地的推广会来推展台湾的观光，那同时也邀请 KOL 到台湾来进行拍摄，希望透过相关的各种的行销的手法，能够吸引更多的日本旅客。到7月2日，咱个已经接今年第300万位观光客来台湾。观光局继续针对行程4点钟到6点钟内底邻近的国家来推销台湾旅游，也继续来诱长程的旅客，希望提早达成今年600万观光客来台目标。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看，日本又搁发生随机攻击的事件，是一台要去关西机场的列车顶头，那像是嫌犯甲人起冤家，煞举刀仔出来乌白扑，造成2个民众甲一个列车人员受伤。后来警方抓到这个嫌犯，嘛撬出3支刀仔，已经依照杀人未遂的罪嫌来逮捕。
车头的商场内底接到通报的台版员警走向车头，准备应对骑道的险关。日本台版专属夜市一台为行桥车头开向关西机场的 JR 列车，即日本野车头甲临空城车头之间，有险关技术甲其他乘客发生关机，竟然骑道伤人。乗客2人と車掌の合わせて3人が顔や手首などに怪我をして病院に搬送されました。いずれも命に別状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当时，搭咧头一节车厢的乘客表示，列车只剩1分钟，就要到临空城车头的时阵，第二节车厢的乘客差不多20个人到30个人，雄雄进入去头一节车厢，阁有听到人话金报警，有人互拄着伤啊。了列车到临空城车头了后，真侪乘客雄雄冲出车厢，嫌犯想要趁机会逃走，煞伫个月台互赶到位的5名员警用杀人未遂的罪嫌逮捕。而身躯顶在3支刀啊，当时阵互警方没收。警方调查，37岁嫌犯技术是甲一名23岁乘客冤家，骑刀拄着伤对方的颔棍了后，佮拄着伤来阻止伊伤人的列车随车人员，佮另外一名乘客。若是详细作案原因，该进一步调查。事发了后，JR 关西机场线的日本野车头到关西机场车头，甲南海电梯的专属野车头到关西机场车头，一度拢暂停营运。这嘛是日本过去2天来发生的第3届列车随机伤人的案件。公司新闻台上。欧洲国家丹麦甲瑞典前一阵有人烧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引起真侪伊斯兰国家不满。有伊拉克的穆斯林就上街头示威，甚至佫真激动，要弄入去丹麦大使馆，互伊拉克的安全部队赶走。示威民众拿喊口号，拿动手烧瑞典的国旗。欧洲国家瑞典正有反伊斯兰教的抗议者，申请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伊拉克大使馆外口烧古兰经，得到瑞典警方的许可。虽然抗议活动并无真正甲经文烧掉，也毋过经文互抗议者踏伫脚底，佮破坏部分的经文，引起伊拉克的教徒不满，弄入去瑞典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大使馆闹事放火，嘛互伊拉克当局调回驻瑞典的代办，佮伫20个瑞典大使赶出国土。ونحن واقفين ضد كل شيء عم بيصير بالسويد، ضد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وضد اللي عم بتوافق عليه الدولة السويدية، ونطالب العالم كله والعالم العربي تحديدا والإسلامي بسحب سفرائه كلها من السويد وإعادتهم على دولهم ووقف التعامل مع السويد。事发了后，另外一个欧洲国家丹麦嘛发生极端民主主义的团体丹麦爱国者，伫首都哥本哈根的伊拉克大使馆外口，甲古兰经烧掉，佫一摆引起伊拉克教徒的愤慨，组织伫首都巴格达示威游行。مظاهرات استنكار على حرق هذا اللي ملعون اللي يسمونه باسم مونيكا ما اعرف شنو اللي حرق القرآن واليوم هي تكررت بالدنمارك احنا هذا دستورنا وقرآننا الحكيم。了后，抗议者想要去丹麦大使馆抗议，说互伊拉克的安全部队发射催泪弹驱离。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部伫事发了后，嘛调见瑞典的外交官，批评当局稳准涉托经文的活动。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镜头转来看国内，国民党今仔日办全大会，正式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选2024的总统。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嘛有去到现场，侯友宜就随去甲揽礼表达心意。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刊文，讲真正的民意永远大过党意，佮讲伊会为大选带来新的风格。外界认为郭台铭这就是打算要参选到底。新时代金镜头送来揽调咧，体现满满的心意。国民党全大会侯友宜提前伫门外来迎接，也当面向韩国瑜谢谢礼。不过侯友宜民调继续增加，也引发基层着急佮烦恼。再去现场就有真侪韩国瑜的支持者，大欢爱韩国瑜选总统。在4年前，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侯友宜做了无够，他对也真歹势。所以我两个斗阵行，斗阵拼。过中华民国过台湾这个土地，我们一定要让贪污腐败、谋财害命的民进党，在中国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先生的领导之下，下架民进党。两个人大和解揽调咧，韩国瑜也下下3个愿望，包含中华民国国运昌隆、两岸和平交流、永远没有战争等。全大会正式通过定调侯友宜为国民党2024总统参选人，处理人化是爱团结在野，做执政大联盟。让我们非绿能够大同盟、大联盟，未来执政之后，我们还要
大家共同建立一个和平、安定、公平、正义的执政大联盟。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同一时间也伫面试发文，讲真实的民意永远比动力较大，看愈济心念是愈坚定，强调一定袂互大家来失望，会互大选甲政治带来新的风格，也互外界解读是要参选到底。我到花莲去参加活动，我想回来再给大家报告，好不好？谢谢大家。这就算是类参选吗？谢谢大家。每个话题，郭台铭拢无正面来回应，好友其是表示会团结所有人的力量，既然互相的信念是共款，就团结社会。也国全大会部分支持郭台铭的议长甲法律馆长徐正伟拢无出现，叫小国民党整合必须关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总统选战，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日去苗栗参加全国客家青年座谈会，答应会继续推动地方创新。安内民众党的郭文哲针对国民党的朱立伦，话要做执政大联盟。郭文哲是表示讲，这是爱价值政策甲理念下下，才会当来合作。伫前日控制苏总统大选，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到苗栗参加全国客家青年座谈会，听基层声音甲青年团队交流，承诺若当选总统会继续推动地方创新。国家级的地方创生政策是我担任行政院长提出来的，如果我担任总统，自然而然会持续推广地方创生。赖清德下晡连两场奥运会拢伫台中成立，一支由百工百业成功票源。另外，民众党郭文哲也亲走中南部，继续开拓票源。到屏东高雄参加两场选投自由会成立大会，强化组织陆战，针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出执政大联盟，关系表示，也是价值政策理念有下才能合作。我相信在国会3党不过半的机会很高的，还是要价值啊、政策啊、理念的相合的，所以这一方面的讨论应该要再多一点。屏东选择自由会成立大会，国体亲信卢南受旗，号召支持者用联合政府团结台湾做口号，要为台湾向南边出发向北，翻转台湾历史。对比列岛电子报董事长高主家进行批评，民众党下未过罗水溪讲法，国体回击不止下过罗水溪，更下过高屏溪。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种的阿波卡罗由来啊，虽然进前有传出部分地区因为欠水产量较减少，不过今年的总产量也是有超过9400吨，是全台第一座。台南市府即马嘛推动活动，积极来推广在地出产的阿波卡罗。土地啊，摕来一粒粒看起来大个新鲜的果子，是即马大出的由来啊。大内区目前市场主力的爱文山野产季已经要结束，由来啊刷入去出来，虽然进前大内由来啊传出欠水减产，不过实际产量无甚过大影响。有些是比较缺水的区域，比如丘陵地，然后它水资源供给没有那么稳定的，所以它的稳定度跟果实的量产一定比往年还来得少。然后一些有水资源丰沛的果园的话，它的园区的果实其实产量还是不错的。台南市全台由来上大产区占全台面积是36%，有653公顷，产量有9419吨。台南市府也大力推销大内由来啊，23举办大内由来节活动来协助农民行销，帮我们推广我们在地的一些农场。很赞，因为一般的那个阿伯阿公他们也不懂得如何行销啊，然后让外地的人也知道哦，我们大内有这一些好的水果。昨天我们去新竹大圆柏的时候，就发现新竹的这个消费者对于酪梨的接受度很高，甚至于不亚于芒果。因此呢，我想只是知名度还没打开，所以我们把酪梨明年度还是要列为一个重要重点的宣传。大内区公所表示，由来是千群性的作物。目前山区中岛过后，西北风对已经营收成由来伤害较低，不过刷去，也有无同款品种由来啊陆续出来。下礼拜可能有风台，也是呼吁农民爱做好防护措施，降低损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推动中小学的艺术和美感培养课程，以阿里山等6个乡镇做主题，让学校来发展教学活动，希望让囡仔来了解在地特色，
欣赏家乡的水。囡仔一个用锤仔来制作原住民的树皮布，边仔阁有大人甲囡仔用雷布来体验雷地。家己县的图书馆在时啊举办美学成果发表，来自新港溪口水上太保烦恼甲阿里山的学校，唔但等咱学生设计在地特色，嘛规划体验课程。我觉得孩子透过这样的课程，他慢慢的觉得可以发现说，原来自己的文化或者自己的工艺也是那么的美。那慢慢的也可以让孩子可以带出去，让其他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工艺之美。好省，为什么？因为一直卡做好省的。嘉义县教育处表示，这个配合教育部艺术甲美感的深化计划，计共有3年。今年是第1档的成果发表，希望透过课程甲活动规划，让学生囡仔更加入捌家己的地理、特产甲人文风景。让孩子们参与这样的活动呢，可以认识嘉义县在地各式各样的特色，认识阿里山上那个族，然后还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太保是跟溪口乡有人染，这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学校结合在地特色，让学生透过实际参与来发展艺术课程。嘉义县教育处指出，3档的计划，唔但希望会当替嘉义县18乡镇找到在地特有的美学课程，嘛让囡仔透过这个内容，深化对在地文化的认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道在，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还阁有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咖喱麦故事伫加州庄头呢，一直拢是口传历史，几乎老老少少大家拢知影。康熙的时代地图，甲这个所在叫做咖喱山，因为伊的巧罗，互大家去米的引导，因哥哥安尼去出草，因小妹就会讲哥哥这边阮的人，你唔当叮当，所以大家甲尊称叫咖喱嘛。大头目。惊讲因祖囝过去平地去互人欺负，用1500甲土地互单落去。陈义之呢开垦老丁拿，一直到下山，即马加州的民生路以东到山边，这块地拄啊甲你卖价庄呢一模一样。7月23礼拜日暗时7点半，台湾技术铺咖喱麦价庄。要开始闯关喽！上好耍的放出大能力又过来咯！8月4号到8月6号，金招爸爸妈妈来去宜兰中兴文创园区佚佗，有真侪礼物，互你有通耍，阁有通摕转去出年。公司二校25周年，放出大能力，亲子影剧派对，等你来挑战。详情紧来网络顶悬看哦！